任何疑問，DM 我哋嘅 CCB 嘅 account，可以揾我哋嘅 Matthew 去做任何嘅諮詢嘅。Matthew 好。比賽已經開始咗噶啦，咁而家咧，如果講多次咧，係女子組 C grade 嘅1500米啊，咁咧1500米咧，其實咧係比較漫長嘅一個耐力跑嚟㗎啦，咁都亦都可以見到咧，有啲選手一開始嗰陣咧係會慳住啲力嚟跑嘅，咁而家領先住嘅同學睇下先啊，應該係1號。嚟自聖馬加利嘅選手啊，咁佢係作為領跑啦，去開始呢個比賽嘅。咁現場嘅一個歡呼聲都特別大。咁咧講啦，呢一個女子組1500米嘅一個紀錄咧，係2018至2019年嘅一個學界創下，係由聖士提反嘅同學創下嘅。咁呢個紀錄嘅時間咧係4分53.42啊。咁其實亦都係一個相當快嘅成績咯，可以見到啦。現場其實仍然都係馬加利嘅同學係領緊跑嘅，且係領先咗其他人一大半距離啦。唔知咁樣會唔會影響到佢嘅成績？咁呢個program 入面咧，亦都係見到唔同嘅學校亦都派咗唔同嘅一個數，即係人數去參加啦。大概每間學校都2至3位左右，好似都冇見到，淨係派，咦，睇下先，係應該都冇見到一個學校係淨係派1個選手。咁而家如無意外嘅話，喺我第2圈嘅一半啦。咁成個比賽咧，應該差唔多約係呢個4圈，準確啲嚟講係3圈有3/4句啦。仍然都係嚟自聖馬加利嘅同學係領跑緊嘅。咁後面嘅同學亦都係開始想追翻嘅啦，但係差距仍然係有啲大嘅。你見到啦，真係聖馬加利嘅同學咧，即係一號號碼報嘅一個參賽選手咧，亦都係領先咗其他人一大半啦。咁都希望其他選手其實應該係可以喺最後衝刺階段咧，係再落力翻嘅。可以見到大概目測10米、20米應該有噶啦，係拉開咗一大段距離啊！喺 program 入面咧，連後面嘅選手身影都冇見到啊！咁可以見到啦，除咗聖馬加利嘅同學咧，佢其後面嘅同學咧，分別係7號、9號、3號同8號啦，係嚟自呢個女拔啦、協恩啦，另外一個協恩同埋但係真係令到差距真係大咗好多啦，甚至係睇下先。真係頭先再去翻而家呢個位嗰度咧，其實大概係10米至20米，而家已經差距係拉到呢個30米至40米，亦都係追上咗頭先隊尾，即係而家隊頭嘅呢位聖馬加利嘅同學咧，係追上咗另外一個圈嘅隊尾，即係同圈嘅隊尾嘅一個選手，咁係超過咗呢個13號啦，係嚟自呢個。
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嘅同學。哇，可以見到係衝線嘅喎，應該係咪？好，已經成功衝線啦！時間係4分55秒95，紀錄咧係4分53秒42。其實咧，佢哋嘅差距真係唔大，約2秒。應該下次應該有機會去超到，時間真係非常之接近。咁可以見到其他同圈嘅一啲選手亦都係陸續衝緊線嘅，係。